初五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哦，川普搁乱讲话，引起争议。伊讲前副总统前年的查某囝例子是后政分子，应该爱互伊试看卖面对枪支的感觉。嫌地方的检察官拢讲哦，要对川普的言论来进行调查。另外，何金丽伫摇摆州威斯康辛来造势，讲伊当选会协助民众来降低生活费用，嘛来协助产业的复兴。She's a radical war hawk. Let's put her with a rifle standing there with 9 barrels shooting at her, okay? Let's see how she feels about it. 川普10月31日伫亚利桑那州安尼形容前副总统前年查某囝利兹前年，引起真大风波。虽然川普电影表示做着外界歪曲意思，不过亚利桑那州司法单位表示，这为强制触犯，计划展开调查。伊向真反对川普的利兹前年发文反击。指川普是摧毁自由国度的独裁者，无法度互人信任。另外，何根丽也佮批评川普暴力言论，互伊彻底失业。Your vote is your voice, and your voice is your power. It is your power. And so, Wisconsin, today I ask you, are you ready to make your voices heard? 伫投票日最后一晚，何金丽亲自南墙威斯康辛州要固守拜登4年前提落江山。何金丽演讲强调，当选了后会致力减少人民支出，包含健保费率甲饲囡仔支出，改善中产阶级的生活。川普是广告关键摇摆州密西根州，大声呼吁汽车产业群流美国，若无会扣100%关税。根据 CNN 上新的民调，目前何金丽伫密西根州甲威斯康辛州民调超过川普4到5个百分点，不过其他摇摆州民调依然出现我普的紧张状态，因为2020年大选，川普指选举有问题，进一步引起支持者攻击华府的国会山庄，附近点头趁就业加强外观的防护。一间麦当劳并到电网查帮，避免选举日这一天，互混乱情形影响到。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。